小白熊新一代恆溫小太碗，航天級純太內膽，鎖鮮抗菌，寶寶可以慢慢品嚐。耐腐蝕性強，可裝副食、牛奶、果汁，升級長效續航。食副食，飲熱飲，好口溫熱護腸胃。2合1多功能碗蓋，點飲都好飲。雙重密封旋蓋，鎖溫防漏。70度巴氏消毒，洗後3分鐘高效滅菌。小白熊，寶寶副食好拍檔。小白熊智能恆溫杯，採用醫用級物料，更低碳更耐用。長撳開機 ，TDS 水質檢測同巴氏消毒功能，99.999%殺菌率，雙重保障，寶寶飲得更安心。全新升級，一杯雙蓋，調轉就係專用小水杯，飲水飲奶唔加誤，精準調校，一步到位，500毫升大容量，無限續杯，2分半速熱，肚餓想食唔使等，10400mAh電池，持久恆溫30個鐘，冇電都可以保溫10個鐘，1.5小時極速充滿電，急住用可以邊沖邊用，快啲帶返屋企啦！